今年嘅春年金球奖荣幸客家采茶劇團，還係表現到非常大眼，而為了加行大獎，看下兩份議會嘅名單，唔但係戲劇嘅製作好，還係維持當高嘅水準，就連出版品嘅紀律工作，每強弱都保持嚟現有嘅品質。最難得嘅就係連連兩年議會最佳新人獎，未看得出榮幸對客家戲曲嘅創新行係非常嘅失望。按照演员动专心的这个练，老一辈剧团成员每动作一定后场嘅表现。此外，以下暂停就會停停起教新演員嘅動作，韓國表演運用嘅真好。一片啲苗栗後龍嘅客家戲劇好演，每用心採察劇團嘅訓練基地，連續2年啲創意金曲獎得到幾項入圍。劇團嘅主要指導人常用心建功，求指引為了提升客家戲曲。一項嘅藝術。唔係人自家客家人啊，客家人比賽哦，係客家人留跪下台灣嘅文化嘅所有嘅表演藝術，衝下來比賽，係安尼。就等於講，很多人有人要講，究竟客家對台灣嘅文化有乜嘅貢獻？係其實客家戲在台灣咧。所有嘅一個戲曲表演，其下也係伊個做得老京戲，做得老歌戲，做得老昆劇，還有其他劇種來衝下評比嘅伊個劇種。對新故事訓練演員都愛用嘅大白音，劇團連副人物常用心做嚟講下下都自家路線，連續2年得到創意金曲獎最佳團體演出、最佳傳統表演藝術揚言主辦。韓國最佳嘅演員表演新秀嘅入圍，常用心講隨團隊為維持現有表現，劇團每話見求新求變，唔但想為想本地嘅觀眾，每話見面還因為將會想新嘅觀眾都來歡喜，一年劇團將會有韓亞太嘅影響力。有戲劇人客家戲，要下鼓勵到人自家客家嘅觀眾嘅習慣，個更加重要嘅很多年要想講。本後生嘅觀眾一樣嘅入來，要本老嘅觀眾要還有辦法好接受，增加要本除咗行業以外，還有其他族群，外省族群也好，河洛族群也好，有樣我哋來看人客家戲嘅時候，知道個，哎呦，客家戲好看。常用心講，今年嘅創意金曲獎用心用改編莎士比亞作品翻配，得到創意金曲獎肯定。未代表客家戲曲動有發展性未接受嘅外來東西。加到為客家出現客家3萬嘅來鼓動傳統又有創新，也未係客家戲曲喺面對市場按多抗壓嘅世界有能力同人比嘅擔當精神。客家新聞總之面每日報道。